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睇翻國內手機代購。咁以下今日大家介紹翻呢部手機啦，就係嚟自國內嘅 OPPO Find 7標準版本嘅。咁其實較早前啦，呢部 OPPO Find 7啦已經推出咗一部叫輕裝版本㗎啦。咁而且推出咗一段時間嘅。咁其實廠方啦，喺個發布會啦都發布咗有另外一部規格更加強，甚至乎個芒會更加靚嘅 OPPO Find 7嘅標準版嘅。咁其實就喺輕裝版推出2個月之後嘅話啦，咁呢部標準版都正式推出啦。咁循例同大家講翻呢部手機個 spec 同翻輕裝版有啲咩唔同先啦。咁呢部 OPPO Find 7嘅標準版啦，咁其實外觀上其實大致上同翻上一代嘅即係 OPPO Find 7嘅輕裝版本大致上一樣嘅。咁但係喺個 spec 方面啦會有少少唔同嘅。咁 RAM 方面啦，咁呢部標準版本會提升到去到3GB RAM 嘅。咁另外儲存空間方面啦，會有翻32GB ROM 啦。咁另外最高支援翻外置嘅128GB 嘅 A 卡嘅。咁另外電池容量方面啦，會有翻3000嘅電池容量嘅。咁亦都係啦，支援翻閃充嘅功能嘅。CPU 方面啦，就會用翻高通嘅 S8801嘅。咁而速度方面會有提升嘅。咁用翻40芯嘅 2.5GHz。咁 Android 方面啦，都係用翻 Android 4.3啦。咁基於佢哋自己有 ColorOS 改版嘅。咁屏幕方面啦，咁其實有好多人會好注意㗎啦。佢會用上一個5.5寸嘅2K display， 咁而解像度方面啦，會有翻2560乘翻1440嘅。咁而個 PPI 方面啦，咁就係非常之高㗎啦，會有翻538 PPI 嘅。咁同你平時玩開一啲400幾 PPI 嘅話手機啦，個芒會更加靚嘅。咁同樣啦，相機像素方面啦，會有翻1300萬像素鏡頭啦，前置會有翻500萬像素鏡頭啦。咁亦都係支援翻4K 拍攝嘅。咁光圈方面啦，會有翻2.0嘅。咁另外呢部 OPPO Find 7嘅話啦，啱啱講過啦，咁其實同翻上一代嘅輕裝版本啦，其實就大致上個外觀一模一樣嘅。咁最主要啦，如果黑色嘅話，喺個機背有少少唔同嘅。咁如果過往玩過 OPPO Find 7嘅輕裝版本嘅話啦，其實就相對上就可能唔會對呢部機陌生嘅啦。咁其實循例啦，大家講翻呢部跟機嘅配件先啦。咁配件方面啦，其實就同翻輕裝版本一模一樣嘅，都係跟翻耳機啦、數據線啦、一個閃充嘅火牛啦。咁另外就會有翻個說明書同埋電池喺裏邊嘅。咁就呢部叫做標準版本嘅話啦，其實個外觀上基本上同翻輕裝版一模一樣㗎啦。咁但係就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啦，佢個性能方面會更加強嘅，甚至乎電池方面會更加高嘅，係啦，個容量會更加好嘅。咁其實就大家講翻啦，咁呢部以下呢部就係黑色版本嚟嘅。咁個機背方面啦，會有翻啲暗花嘅設計嘅。咁如果標準輕裝版就冇㗎啦。咁留意翻啦。至於白色嘅話，就同翻輕裝版一模一樣嘅。咁其實就第一眼見到嘅話啦，咁其實呢部OPPO Find 7嘅標準版本啦，第一眼望上去啦，其實個芒方面會更加靚嘅。咁就講翻少少嘢先啦。咁其實呢個芒方面咧就會用翻日本廠商咧 JDI 嘅生產屏幕嚟嘅。咁就 JDI 就好多客會問啦，咁同翻另外一部叫做步步高嘅 Xperia 3S 2K display 有啲咩唔同啊？邊個會靚啲啊？咁如果大家留意翻嘅話啦，步步高 Xperia 3S 嘅話啦，係會用翻一個叫做友達光電嘅台灣廠商嘅 display 嚟嘅。咁相反呢個 JDI 嘅話咧係一個日本牌子嘅 display 嚟嘅。咁如果你話兩者對比嘅話啦，其實就我哋驟眼睇嘅話啦，第一眼望上去嘅話，其實 OPPO Find 7個屏幕咧會比起步步高 Xperia 3S 咧會更加細緻同更加靚嘅。咁而且啲色彩方面啊會更加 sharp 同埋就更加準咯。咁另外就其次一樣嘢啦，就係呢部機本身佢會用翻高通 S8801嘅 CPU 啦，咁而速度方面會有翻 2.5GHz 嘅。咁就相比起輕裝版本嘅話啦，其實就呢部機嘅話個性能上會比起輕裝版本更加強嘅。咁當然啦，2K display 方面啦，亦都會有機會影響翻個效能個效果，因為就如果過往有啲客買過 GP 同 G2 都知㗎啦，咁又經安兔去跑分嘅話啦，發覺 G2 仲會高過 GP 嘅。咁但係就循例同大家講翻啦，咁其實就雖然個分數上係會有差距，但係當你平時就咁實際用嘅話啦，其實分別就唔太大嘅。咁外觀上方面啦，都用翻5.5寸嘅屏幕啦。咁另外亦都係支援翻香港嘅 4G 啊，同埋國內嘅 4G 嘅。咁另外亦都係話呢部機同翻輕裝版嘅 OPPO Find 7一樣啦，會支援翻一個叫做閃充功能嘅。咁由0去到75% 嘅話啦，只需要半個鐘嘅啫。咁其實叉電非常之快嘅。咁當然啦，大家都用翻佢哋自己嘅7偏個針啦，就唔係用翻平時嘅 micro USB 去火牛去叉嘅。咁就用翻佢自己原廠個官方個火牛先可以做到呢個功能嘅啦。咁另外就其實如果玩過 OPPO Find 7嘅客戶都知道啦，即係輕裝版啦，其實佢影相方面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其實呢部機亦都係唔例外啦。咁其實就主打一樣嘢就係影相嘅。咁其實就無論喺個對焦啊、影相個速度方面啊，甚至乎放翻將相放翻落部喺個電腦度睇翻嘅話啦，咁其實就都非常之理想嘅。咁就對比 Xperia 3S 嘅話，影相方面呢一環係會有優勝嘅。
咁同樣我啱之前都講過啦，咁其實佢會提升音效個效果啦，佢會用上一個叫做 Message 嘅 audio 啦，去提升翻個音質嘅。咁其實呢個音質嘅話啦，係格林美都會之前有用過噶啦。咁當然啦，你問我嘅話，兩者相比，如果對比 XP 3S 嘅話啦，XP 3S 仲會有優勝嘅。咁但係相反，如果你話對比其他手機嘅話啦，咁呢部機聽歌方面嘅質素都非常之好嘅。咁至於界面方面啦，都用翻佢哋自己 Color 嘅 OS 啦。咁其實就之前嗰代都講過啦，即係輕裝版本啦。咁其實都係 Android 嚟嘅啫，咁啊只不過一啲改版嚟嘅。咁就呢部機同翻輕裝版個 OS 都一模一樣噶啦，所以就唔會有啲咩分別嘅。咁呢度我就唔特別多介紹啦。咁但係就你問我嘅話啦，如果對比輕裝版本，咁兩者有啲咩唔同咧？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啦，佢本身由2GB RAM 會提升到3GB RAM 嘅。咁另外容量方面啦，咁原本輕裝版嘅話只係得16GB 容量嘅啫。咁但係呢部嘅話就會有翻32GB 容量嘅。咁另外最明顯嘅話就係 CPU 方面啦。咁如果輕裝版嘅話只係40芯嘅2.3GHz 嘅，咁相反呢部係2.5GHz 嘅40芯嘅。咁另外如果你話價錢方面，當然啦會有差距啦。咁就呢部機暫時個價錢就around 4000中左右啦。咁相反，如果你話輕裝版就around 3000中左右啦。咁其實兩者相距都差唔多有1000蚊左右嘅。咁但係就你話計翻個換嚟個規格就係啦，第一換上一個2K 嘅 display 屏幕啦，其次就係由個 RAM 啊、ROM 啊，甚至乎電池容量方面啊，都會多咗快咗，同埋個 CPU 都會快咗嘅。咁如果你話我自己覺得嘅話啦，如果唔介意俾多少少錢嘅話啦，我會考慮翻一個叫做標準版本嘅。最起碼一樣嘢，個 display 方面啦，其實就好大差別嘅啦。咁當然啦，你問我嘅話，就咁可能喺個視頻度睇個影片啦，就可能大家覺得2K display 好似都唔係差太遠嘅啫。但係當兩部機實際拼埋嘅效果對比嘅話啦，咁其實2K display 嘅效果啊，甚至乎睇啲相嘅細緻度啊，咁其實係會更加靚嘅。咁而且你話呢部機嘅話，都係啦，支援翻香港嘅4G 同埋國內嘅4G，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賣點嚟嘅。咁同埋就亦都可以換電同埋可以外置記憶卡啦。咁其實呢部機好多客會拎嚟同步步高 XP 3S 對比嘅啦。咁其實我哋之前都會簡單講過嚟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兩者暫時實際上玩上去手嘅效果嘅話啦，暫時我會建議翻 OPPO Find 7會優先嘅。咁就當然啦，如果你話你自己係聽歌嘅話，我會建議翻係用翻 XP 3S 嘅。咁又點解我哋會咁介紹翻咧？最主要一樣嘢啦，因為就始終步步高 XP 3S 啦，就聽歌係好好，咁但係就佢本身部機就好多客都反映翻㗎啦，就係唔可以外置記憶卡。咁其實就呢個有少少輸蝕嘅。咁因為始終32GB嘅話啦，其實對於一般嘅客戶嚟講，其實對於現時可能你裝啲高清片啊，或者一啲歌嚟講嘅話係未必夠嘅。咁至於其實就另外呢部機嘅話啦，其實就 OS 方面啦，其實大家講過啦，咁其實就佢會有 CMOS 可以俾大家拆嘅。咁但係當然啦，暫時呢部叫做標準版本啦，喺國際未推出嘅，咁所以亦都唔會有 CMOS 住㗎啦。咁呢度稍後可能會再同大家更新翻啦。咁但係至於輕裝版本嘅話，其實都有 CMOS 嘅。咁但係當然啦，你問我用 ColorOS 好定係用 CMOS 好，咁我呢個自己大家去衡量翻啦，因為就兩者都有唔同嘅。咁就其實 ColorOS 嘅我自己用翻嘅話，其實都幾中意嘅。咁同樣情況下啦，咁其實呢部標準版嘅 OPPO Find 7啦，其實就本身就冇來自 Google Play Service 嘅。咁當然經我哋買嘅客戶啦，我哋都會幫大家安裝翻㗎啦。咁至於繁體界面方面嘅話啦，咁其實呢部機跟機已經有繁體嘅，咁大家都唔需要擔心㗎啦。咁其實今日國內手機購啦，都係大家介紹翻咁多先啦。咁日後有需要或者想購買呢部手機嘅客戶啦，都歡迎聯絡翻我哋呢邊國內手機大概查詢翻啦，多謝翻大家支持嘅。